Hello， 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福喜來咧，我係 Rita 玉天。除了為 Rita 先老大家拜早年啦，下禮拜四求啦過年了，祝福大家鼠年行大運，福喜來咧永遠只屬於你耶！今日嘅節目哈，真是希望讓 Rita 今日非常非常榮幸。邀請到兩個係和音界天王，咪係我個鄉親哈，佢合作過嘅藝人有沒有？周杰倫啦、李宗盛啦、周華健啦、張信哲啊等等，非常非常多。你想得到嘅，亦係冇想到嘅，佢都合作過咧。你實實嚟分享佢，你嘅和音天王咪係你嘅始祖吼，羅天柱先生羅拔老師，老師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老大家問候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係羅天柱，大家好，我係羅爸爸，我係做東音，我係講快樂，唔係講詩音，係兩種嚟講。哎呦，都嚟為老大家講新年快樂。哇，歡迎羅爸，大地竹東，家講我係鄉親是你竹東人咪嗬？係。你竹東肯定街路全部講係六強啦，唔過啲屋卡係講詩音哦。係屋卡講詩音。樣嘅喏。我屋卡本來是講詩音嘅，我出世唔係竹東，我都黃山出世啦。哦。黃山講詩音。嗰個辦到竹東，因為大家竹東嘅人都係弘揚人啊，有錢人。我兩個係唔抵咧。哦，所以兩種都會講啦，很強哦。所以難怪羅爸合作過很多藝人，今天客家電視台睇上麥克風，大家就在看到羅爸嘅信仰，哈，從方言、從客家、從英文完全冇問題。乜個都得唱，乜都得唱，新聞也可以唱。身材都強呢，今日當歡喜邀請到羅爸來到節目當中哈，做咩？因為一開始是按到羅爸爸誒，馬英開始係以前大家認為羅哥哥啦，後來有小孩之後變羅爸爸。真嘅哦，真嘅，我30年前大家認為羅哥哥啊，所以以前的我羅哥哥是很有名的。哎呦，你也肯出去講羅爸睇下子啲。哦，因為我哋講從細嘅願望是做一個好阿爸，哇！我可能非常嘅感動誒。你係真嘅，真正的理想。到理想你嘅家庭都幸福，冇有怪有獎。普通啊。哎呦，所以你係都幸福嘅嗬。所以羅爸從30年前是開始做合音咧。該東西。因為第一擺聽講，第一擺是去到了大舞台嗬，你演唱會舞台，完全唔會緊張。唔會，我就可能是天性啦，我當會啊，人家動我就唔會緊張。真嘅啊！同你係你係按這樣的啦，我看到應該會緊張啊。你係表演型嘅人呢，當有爆發力嘅人呢？唔啲嘅。因為人講人當到嗬，你去上舞台，因為除咗咧嘅準嗬，唔敢表現嗬，嗰時小可經過動作嘅訓練是下有難，唔過有到咧表演起嘅人是講哇，人越多嗬，我越有興趣，越歡喜，表現到越好。我想你實在是兩種誒。沒可能係我唔係主角啦，所以我嘅工作係做合音嘛。如果我係主角，有可能我會當緊張。咁講，一係講大家嗬，彈音樂，又係講自家係歌手，咁是啲講合音係非常重要，因為佢完全做得撈主唱嘅上，撈佢襯托起來，韓國貴州音做得當火海。佢而家太學問啦，當麻煩。當麻煩。我就當麻煩。我發覺你當好麻煩嘅事情，因為你從你當熱愛咩？係。所以係因為從以前開始是好唱歌，所以你是家庭講啊，以後我的志業就是要成為一位演唱家喲。沒有這麼偉大啦，這樣又安樣想，可是冇了一走到理想嘅生活嘅生涯規劃冇啦，冇啊，就是當我唱歌就這樣。開始自願是行兩條路。是啊，夢想萬個理想，哦，因為我發覺羅爸喺唱歌嘅時節吼係一種。當輕鬆、當享受嘅感覺，好，該我哋個做一個福音界天王，跟你聽出合作個動冇同樣嘅藝人啊，來講出來嚇大家一下。所以話真係講出來啊？該兩班，我真係時間唔大啊。我講5、6個好了。好啊，我都要準備相片。你係你是到羅大佑去新加坡做演唱會。演唱會以後嘅慶功宴啦，那時候周華健
哇！到中华健的了运动系的小巨蛋。哦，小巨蛋咧伫台湾动态舞台。了运动系的台六。圣诞节的期间，大家模啊来做圈那样哇，还有草兴哦。那是911。哦，911，所以你系跨领域哦，你记得系下嘻哈、韩国有上去有点 rap 啊。有，还没做对啦。哇啦，辛晓琪。领悟，辛晓琪。我动好记上，我动好记歌。哇。那是大哥李宗盛。啊，该重过风信有冇强用你现在。哎呦，所以重过的时间没有按变法系吗？会按变，就是认为某强用的艺人，记得像某强用。所以根据艺人的形态，尽量来配合佢。哇，该你差不多没从配音员强用呀，变上。有一点么样的形态。一点点。原来风上还有安豆的访问哈，你系五月天阿信吗？五月天参加中华健演唱会是在中华哦，所以有合作过动作艺人。那是医生陈奕迅。哇，那鬼才耶！那个是到录音室录音。那是到周杰伦、王志平，那是到飞机上头等舱。哎呀，我们去参加一个去做该中国好声音了，做评审。全都是在强化坐飞机啊！哇，所以你咪算系环游世界嘞哈？差不多。那哪去合作过非常多的人？运气很好，老天爷照顾。哎呦，好谦虚哦，天王对安谦虚。正经，我想爱福气算阿妈好啊，福气来嘞！哎呀，原来就是这样子。原来还用你是还不到，来上了你的节目，两岁你那个圆梦清单又打勾嘞啊！勾起来。所以罗板刚刚讲到，老某强啊艺人合作，你也上是爱配合，比如讲罗大佑佢动从是口气。该去唱歌有冇停贴讲那些节奏用扮演啊？发觉佢完全是当讲话，该用扮演做。但是平常揣摩，讲归人的揣摩啊，给所有的转音还有声线要怎么去变化，每弹一遍2遍手的，可能要弹差不多10几20遍30遍，习惯了，唱看，实地合不来呀。所以係高手機嘅上6號咧，然後開始你就彈，然後6你就和聲。差不多係啊。哦，係咁樣，該從911該種誒。911沒咁樣啊，就是跟彈，邊聽邊享受。這個享受是還動加融入來嘛，沒有隔閡。該你嘅上變下柔下變下粗冇，是要咁樣嗎？相信根據藝人的形態做不同的變化，就嚟了細細揣摩。哇塞，其實我當到紅門講，喺節目當中唔會撈全部交俾你啊！好，咁老闆我想，你2、3號咧唱一條愛歌，你介紹用，你之前喺節目當中有唱過嘛？你歌好聽。你嘅笑容，咁今日老闆來示範一下。好，我當然我做主唱啊，哈，好嗎？就用剛剛這個 key。啦啦，你合唱團都要啦。好 ，1、2、3、4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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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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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嘅笑容像春天嘅花，你嘅笑容像一天嘅風。你嘅笑容像秋天嘅風呀，你嘅笑容像春天嘅日頭。哇，3、2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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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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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嘎滴哒滴滴滴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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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自己拍手啊！你也给我好听。是吗？你不会没当好听，你要当轻快的歌曲，所以是唱起来要节奏的感觉。哦，所以尤其男生搭配女生，有冇改技巧吗？男生搭配女生尽量男生的唱比女生还高调。哦，因为谁来上下带嘛，唱，下粗，所以这样讲话，这样差距同台。
哦，也还讲盖过我们的声音，因为贝斯比较厚实，所以尽量比你们高3度、4度、5度这样子，这样好。哦，大家有听到哦，尽量够3度、4度、5度，这也是一个教学英文哦。哎，收钱。哇，所以其实又动到升旗的时期，该罗班旗都做了佛上吼，最重要的系嘛该？最重要的两个头，喂，拍摄。你起头走和声吼，最重要的诀窍系嘛该？走到嘛该？最重要的诀窍啊，要下苦功了。哦，下苦功。因为这个还要下变下，要写变和声，这个要下。所以你完全要看谱，韩国你们地讲和声的概念，全部谁了解？90%几都要懂。哇，这是差不多100%嘞啦。冇，因为冇乜嘅晓得，所以说请教别人了。哦，所以是在用功，是在做功课。哇，很杂。就是要很仔细，动眼睛去睇，拍啥唱嘅，到底係乜嘢用嘅。所以今日罗巴里到安尼节目当中，其实动到吼音乐的知识概念，尤其系佛上而教本大家。等下转来继续来同罗巴里分享了。大家做到福氣來咧 ，Rita 今晡日喺節目當中同安尼福音界天王哦，羅天柱先生羅巴老師喺節目當中加頭前學習當道哦，在此來分享羅巴老師你好，你好，學長好，學妹好，你嘅文法太好啊哈，俺讀吼，我看羅巴主修合唱系啦哈，上愛夠重視佢咪愛用你，所以該東西都泡在那個合唱教室，其實我該東西一讀太好嘅時間，因為我夠重視合唱團。所以我咪啱先以前有咩華岡合唱團，真緊要，我去2、3班，不過後來因為我要半工半讀，我是冇法度練團，慢慢我是冇去咧。我老你上班，我落合唱團之後，我當去唱歌啊，唔是去上課。我是要乖乖上課，我是講我下課又喺度去做事哦，所以我去到個當這樣嘅灰些，我看花樣同學會時間我動感同咧。哇，所以按當年從來唔是轉去學校，差不多要40年。你有冇按都會掉呢？唔會上轉去學呢？冇上到啦，咩個唔轉去，真係冇上到。善當老善下真是有差安人咩？善當人下這樣。哇，所以你係東南夢嘅嗬？我咪看你節目以後，我發覺哇，其實我做佛上除了會唱歌，這個還會變聲。韓國愛做英愛製作，你有冇有按到嘅咧機會嗬？又係講該東西，第一找本嘅機會，你係馬上有冇開始你佛上之路？第一家機會是鳳飛飛。哦。我當和尚，其實我都台號差不多，台灣2年大2時間，鳳飛飛做電視節目啊，開始聽合唱團的朋友。因為差不多4殺，大家禮拜錄影。咁你是去咧？哇塞！你愛周末，我愛周末。嘿，所以一路開始是平步青雲，飛黃騰達。從和聲冇按到飛黃騰達，冇按偉大，可是當聖子。哇！咁講緊就當厲害，該東西都竟是冇團體咧。有。哦喲，2、3年，其中2、3年唔想唱歌。明白，你咪當覺得前途茫茫。係真是安樣嘅，心懷瘋狂。2、3年沒有唱，其他的都持續的。該後尾該2、3年該當中，乜該原因幫你成為這個專業？周華健聽咩？哦，哎，你安厲害，都係在台派的青年哦。周華健走演唱會時，算是華人的台灣的一些歌手。體育牌就已經走巡迴了，該白冇啊，還是天氣可以走。你2、3年冇唱，該走體育牌台慶的巡迴，你是去唱，你沒敢去做。心臟比較大顆。哎呦，所以是真的是表演型的人啊，所以該是。那就動身情，我是去啊。所以是本期都講有身體有成就感，是一起走下來咧。差不多剛下到了差不多5年咯，超過，差不多有30年啦。
哎，所以你演份真是当特别的。系啊。跟唱歌的时间讲，完全袂紧张吼。你有想过吗？头前个歌手主唱吼，我落去嘿，无我自己去做个主角，有吗？有那个想法，但是呢，一闪即过。我想冇可能啦，我是冇做的。系啊。冇了条件啦。既然冇穷了系啊。哦，我讲你也系安尼佛上改天王诶，杭州讲罗巴马三 D 哈。音乐圈的人都知道，可是一般老百姓就是消费者唔知啊，大部分音乐唔知啊，除非去动眼镜看，幕后有谁，然后唱片盒有谁，动主机看，会看到那张两个唱又出去。你的你的两位专业地图已经是做到台家是动非常肯定嘞。还可以，真是动厉害。除了走佛上映啊，我觉得罗巴也是蛮斜杠的哈。因为除了安用汉语喊你俩写台词的俩大家书法家，有没有写书法？因为唱歌到写书法，我就动冇强用。其实两种事情是我从小从不喜欢。我细细就是开始唱歌，细细就开始写毛笔，真紧要。我知道罗巴是一只动特别的人，因为其实唱歌像安迪有节奏啊，有旋律啦，其实是一发拍的。韩国成年时候安用，嘻嘻哈哈啊。不过你写诗的时间，我从小咪系学教育写，那时讲要气定神闲，还昂写诗。冇唔错，写起来跟动反差呢。没错，该白后台词是坐下来，要很安定，停贴下来，好写到动文。可是该白也传统的样，我俩还是不愿意这样。你细有安用？细强样，大家强样啊。要临帖临摹，细做得，我细是咧动怪动昂。动罗些嘛。台语讲，爸爸妈妈讲，老师讲，所有讲的话我全部读，动怪，功课好，乜个都坏。所以你基础打以后哦。该白基础好是，可惜是没创造性啊。该白是动怪该抬了以后，抬了以后可以发挥自己想象的空间。有慢走，有慢想，现在比较快乐。用动词语诶。系啊。该今日既然俩书法家来到节目当中，因为俩公演会到咧吼，冇同安尼会考一下。用坐垫哦。你强我来写会吗？该你写。当然也写了，我听你顺口该你是冇让我批评啦哈。唔係。好啊，安尼来写一下。今日安尼特别准备咧，要请罗巴同安尼会考一下。看罗巴安尼是要请大家来看裸体了哈，因为罗巴的字体是裸体，这个字体是用字体按的裸体。可是按音模裸体。韩国咧诗系经过咧张炳煌教授用眼睛过的，用台式眼睛的哈。机械我裸体的。机械你裸体。可是俺就有默契啦，就机盲讲了实以前，俺这个是样想，我记得欧阳修叫欧体嘛，所以我罗天舟就裸体，这是很自然的。好。可是俺摸到张炳煌老师讲，其实讲你这个就是裸体。艺术家哈。心灵会相通，有知道吗？我看节目看，俩众教授让你对方，我知道，你都讲几句话，可是心灵就有交流了。他记得有。你系艺术当体术，很奇妙，真嘅当奇妙，无法形容。哇，好美好哦！好，你来写诗好吗？好啊。好来，一篇写一篇打嘴鼓。开始。好，开始。你今日有为大家准备哈？看罗巴会写乜嘅？有才艺来发挥。公演的嘛，公演的吉祥话。好。吉祥话，普通音，台湾音，吉祥然发财啦，两种嘛。两种就写，好吗？吉祥啦，发财系吗？吉祥的是写，我看，是平安喜乐。好。平安喜乐写一种，然后和气生财写一种。好吗？好，开始了。好，请。所以我哋讲罗巴系讲写诗通讲老一家关于来成点种五出门的，五出方文哦。写到昂体去。写到
不知老之将至矣，系不？哎，那是孔子的。啊，客气了。好，客气。我要写一写，要自己拉哦。哦。来了。我也先专心看一下。好，你系 4， 哇 ，he， 3， 4，哇，有如行云流水，石动这样呢。等下变下来，我等下机會。好，電機嘅，你墨水嚟幫佢走。哦，所以羅爸大概吼公演嘅時節吼，你都會寫講，馬上來放樣同意索取係嗎？我會寫好獻面論啦，可是我冇本人指名寫乜嘅事，寫乜嘅事。哦，你寫乜嘅睇家是哪乜嘅？咁當然了，藝術家會送本安尼。今年吼，我像有一隻當特殊嘅，我像當感動，所以講今年還會到成品去。係啊，韓國送本大家，還你想做公益呢？想做公益，所有那個款項是捐給門諾醫院門諾基金會啊。哇，掌聲鼓勵！謝謝。哇，所以我祝福大家平安喜樂。好，平安喜樂。哎呦，這個落筆，一落筆馬上就寫得好順哦。所以平時有練功啊，有練功是看得出來，平安喜樂。哇，哇，平安喜樂，是安這樣哦。平安喜樂，我最後條是就是祝福大家，看你是歡喜，耶！我發覺你的裸體哈有一隻動特殊誒，溫柔細溫，它的尾巴會按牛，就是個人喜好啊。動這樣誒，有一種韻律感，讓你重構有關係。就是好像是從我等下這個性題，好像就存在我心裡面顯示出來。哇塞，我只有看那種是都有嗰種旋律的感覺，看起來是動順動自然。我有要推翻一家舞蹈家寫出版品。哦。佢今年得到國家文藝獎。哇！因為你做一貼片去看。哦，佢今年摸走5展呢。哦，真錢的嗎？真錢就。你很早就看得到？看得到啊，網絡上就看得到啊。古明生古教授。哦，動展呢？剛才看羅爸寫吼，羅爸，同你指導一下，係講你啊，觀眾朋友啊，你好寫台詞嚟講，你需要台詞來指點，又咪落筆有什麼訣竅？很緊張，動叫我寫。此人是好。此人。那寫符號咧？好啊。筆畫聽到嗎？唔會。好，我愛哈。啊，你看，你有跳好哈？你要當叫以前寫誒，有模有樣啊。真嘅嗎？係啊。好，裸體，你要靈體。靈體。要等一下平放。平平。你們應該還有默想忙造勢。祝福大家哈，福氣來嚟哦哈。好，等下下度進來，你繼續同羅爸來分享，還有更多精彩內容。大家就攞福氣來嚟啦！您講吼，啱先就講嘅啦，您講新年新頭吼，你羅爸來到節目當中，頭先寫了台詞，本大家感覺哇，真是書法家、藝術家寫起來是冇強樣，你感覺當好呢？我這個咪當享受，當享受。所以羅爸我特別想強講嘅，你哋節目有個單元就你問愛問你講吼，是講到講。在音樂的世界，然後寫台詞的兩位，兩種藝術的兩位，大部分你的生命有乜個冇同樣的體驗？其實兩種稱呼我是當愛，而且是算享受在其中。可是呢，做音樂這一塊呢，佢就版藝上因為佢係工作嘛，係，明白？我有壓力係嗎？一點點的壓力。哦。可是寫台詞是麼？寫台詞我是一個完全陶醉在其中樣。哇，完全陶醉哦。可以完全釋放自己，寫起來是動快樂。動快樂。乜個都唔思想。
所以你在写诗的时间，你觉得我整个人是释放的，也还讲放空的。释放。做音乐冇可能，做音乐你要去配合构想，配合制作人，配合制作单位。可是做音乐我当享受，可是又配合当音嘛。可是我写台词，我用慢写，我写几句，我写半个时候是天天写，冇人看些嘛，冇这样，当享受呀。所以我唐老板讲，我有只感觉是讲，係講在你的生命當中吼，你做得完全的做一架，你寫最快樂。你寫台詞的時間，你完全做一架。我咧還是那種感覺。哇，落筆的時候完全沒有遲疑，完全一氣呵成誒。因為係講聽一下，開始就好像有一個就不夠那麼流暢，那麼完美了。就這樣，係我想冇表現，我聽一下，兩種還是唔會的。哦，直接是調體機誒。差不多一樣。佢聽一下是唔順啊。哦，所以對你來講咧，音樂咧寫台詞，呢兩種都係都是要實踐、去練，一步一步去琢磨的。你都有耐性嗎？這是我的特點。哦，聽講跳擺寫是動怪下，比較成績又好，又動行外。嚇，不卡要當機器呢度學東西係冇？就咁。真緊大足東西好nhanh緊哦。你下隨意從啲真緊咗。真緊啊！所以這種寫是算係穩扎穩打起來嘅。我寫其實當幸福啦，乜個都要，什麼都不缺。哇！所以係講你係後生人吼，記得上自家來創業。所以投入一項，記得很熱愛的，希望可以發展成為事業或者是志業哈。你有乜嘅話想係對底下安有夢想嘅朋友來講？什麼叫是下功夫？下功夫，是唔樣辛苦是錯嘅，一定要認真。係吼，有，老闆我要記起來。你有合作過嘛？哈，有，我要認真。實在因為看到。當然，我們的前輩哈，你阿冇強的經驗，對你來講是一個很棒的經驗。你看拍3年的經驗，來鼓勵自己。哦，我未想做到咁好，我是繼續下苦功。大家記得下功夫哦，而且是下苦功哦。假如把你下，看你下當辭才，咪係當做自己，做得好像順應你心裡所想的那種方式去過生活哈。該未來要買規劃嗎？我幾年時要走動做公益的事情啦，要到花蓮的義人募款那樣。哦，今年是寫台詞。門諾醫院。哦，今年是我去誠品書店，寫差不多5年6年那樣，所得全部捐給門諾基金會。哇！你今年開始，你今年其實都嚟做公益。做公益好幾年了。3年4年就，可是寫台詞是提一擺，像你阿音樂家那邊跨界的書法家嘞，不容易，心理上要適應。那個提譜是跨出來了呀，好，都已經幫忙了，特別謝謝誠品書店。哦，你阿爸係喺誠品地圖走義賣，對，誠品的旗艦店，當台北走啊。哦，所以。你今年thành功，除了今年安寫詩哈，全部錢捐本花蓮的門諾醫院。門諾基金會。門諾基金會。明年開始又有新的計劃。明年就可能就新事業會起飛。哎呦，今年哈2019呢哈，今年2020呢哈，你講 Q6公演是下禮拜，其實今年是2020，所以2021有冇有新的東西而同大家見面？心裡這麼想啊，努力當中，唔知做得到麼？我盡量啊，就努力看看。另外就文創公司嘛，正在談一個案子嘛，是用我的書法做一些文創的產品那樣。哦，所以以後大家慢慢做得看到裸體的時候咧。有可能。你看大家有講要裸體記一點弄慶，對嗎？因為裸體此羅非彼羅，可是
你有动到某种用的诠释。那你讲罗拔动员罗天舟老师嘛，哈，按到裸体你动词源啊，我谈讲有男儿一家改诗的风险吗？很赤裸，很透明，好像解读你的心哎嘛。没就安个意思嘿，所以希望本台家昨天看到赤裸裸的罗拔。好。讲起那么排泄吗？这样子在捧自己，然后当排泄。讲啊就走这个还是这样，我们走在动词语就没有包袱了。好，所以你要懂得给吧。没希望讲明年有新的东西做在本台家看的。不要台家分享。好，该唱歌还会唱下去吗？不会啊，还你会唱？都是喜欢的事，两种充沛相信。我昨天还唱在舞台上唱歌啊。还上家礼拜去澳门。哦。张信哲。哇，听讲啱先未有新的演唱會來咧，係嘛？下張嘅去美國。哇塞，你真勁係！下張去美國撈奇遇。哇，所以其實走佛上面吼，你咪同你慢來一里行，差不多是環遊世界了。環遊世界日本就，日本就美國、英國、加拿大、紐澳、台六棟都啊，然後東南亞都去。所以你蠻來去嘛，所以享受人生。享受人生，唔是出錢買個機票。你阿大人要結沙邊啊，唔是出錢買個機票，全部你讓你準備好啊。哦，所以老爸你下做了，無論係佛上也是下台時，全部非常享受，非常快樂。該有嘅觀眾朋友是講啊，我想嚟學，好，我想嚟學了唱歌。咁做得人好，真緊就讓機會哦，係真緊萬事真緊就讓機會，就得啦，分享。用拜年好。打電話不起來咧。來 Rita，有個做得follow你有粉絲專業嗎？等下冇。有計劃當中嗎？等下走，正在進行當中。哇，可能有半年啦。新的一年裸體本大家看得到，2020年裸體本大家買得到，安樣呢喏？又押韻哈。好，我想今日非常感謝羅爸喺節目當中哈，無論唱歌按到冇強樣嘅歌，冇強樣按到音樂嘅歌，世界第一片轉到呢客家電視台，用呢客家鄉親嘅身份哈，要持到貼片冇強嘅感覺嗎？有啊，驕傲。哦，用拜年講。因為偏向冇講客家。電腦背下。都冇背當小講客。咁個客家話，你客家話，喺你廣東話去了時間全部做得咧。那已經在生根嘛，這是在心裡面。衝勢。衝勢講，唔是唔記得啦，可是都冇背當小都行業啦。所以來課台時陣，所有全部行業當先詞。都到行業時講客家話。咁我有看了節目哈，聽講你對呢客家音樂有得虧欠係嗎？有冇？我似有真嘅有虧欠，我是就我係做音樂行業哈，有咧時間有咧能力，冇去起，冇去做客家音樂，我是當排泄的嘛。現在講因算有能力嘅人啦，係咪有機會應該盡一點力量。家下老爸可能愛哈，因為老爸啲講愛咪係咧客家人，你有盡力。客家創作歌手哈，愛咪需要有佛上嘅天網同埋支持嘅嘛，係有機會係希望老爸多多參與呢客家音樂。做得，真嘅。韓國你有特別老同學強下來唱了法術哈，你重新變相，我知道了是係你嘅體質譜。好。自家都感同，大家沒都感同，創造新的可能。就這樣。好，但是等你有新的計劃咯。好，所以希望個你客家嘅音樂，也講客家嘅人才，也講客家嘅藝術家，都做得很得到嘅。做自家像老爸強樣，韓國投入你自家嘅文化，投入你嘅客家。好，今日再次非常感謝羅爸，每當期待你新的計劃，每分享大家做得啲公園的時間來買裸體來支持花蓮的門諾醫院哦。再次希望羅爸，謝謝Rita，謝謝。今日非常感謝所有朋友收看，點解邀請大家繼續聽人線上來做認同了，張來了，希望大家。